係，大家好，而家聽唔聽到？好歡迎大家今日咧嚟呢個網上嘅講座啦，標題咧就係精準醫療中的抗癌王牌，破解免疫細胞療法。咁我哋今日咧好高興咧就邀請到梁博士，我哋嘅技術與科學總監去幫我哋咧講呢一個嘅題目嘅。咁梁博士咧係英國皇家生物學會特許科學家及生物學家。美國質量協會認證質量審核員及精益六標準測刻帶，血液與生物治療促進協會認證考官及香港中文大學榮譽研究員嚟嘅。咁梁博士咧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分享咧關於免疫細胞療法嘅一啲最新發展啦，同埋我哋點樣咧透過儲存我哋嘅免疫細胞咧，去將免疫細胞治療嘅果效咧提升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咁我哋喺成個講座嘅過程途中啦，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咧，歡迎大家喺聊天室即係你 chat 嗰度咧去留低嘅。咁亦都可以咧，等到我哋最後 Q&A 嘅環節，先再去開咪問阿梁博士都可以嘅。咁我而家咧將個時間交俾梁博士。係可以嘅啦，大家好啊，等我而家 share 我個 PowerPoint 先。Tiffany 你要 enable 我先可以 share 到啊。OK，好，好，大家都見到個 PowerPoint 係咪？得係咪得唔得？得啊，係嘛？得噶咯，大家唔出聲，我覺得得噶咯，咁樣。好啦，咁我就再我再介紹多我自己少少 background 先。咁咧，咁我就之前就喺美國就做完呢個臨床研究啊，幹細胞啊，免疫細胞翻嚟之後咧，就去咗而家一個上市公司啦。喺2019到22年就即係做一啲免疫細胞儲存嘅一啲項目嘅，跟住去咗大家都熟悉啦，一啲臍帶血庫啦，做佢總監同埋推細胞治療。咁我之後咧就去咗而家個應該差唔多㗎啦，呢一兩個月應該會攞到 GMP 牌照，生產幹細胞嘅一間公司咧做佢哋嘅 CSO 啊同埋 QC manager。咁而家我就喺呢間公司，我而家呢個公司叫 LifeLink Anti-Aging Centre 咧，就真係起緊一個 GMP 嘅實驗室咧，就係推動幹細胞同埋咧免疫細胞，特別係咧係 NK 自然殺手細胞咧嘅臨床研究同埋商業化嘅運作嘅。咁亦都係 Cell and Trust 啦，裡面嘅 technical 同埋 scientific 嘅 director 咁樣樣嘅。咁啊做一啲PBMC 亦都係今日主題嘅一啲儲存嘅服務同埋相關咧日後嘅臨床應用嘅。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啊，我哋 Cell and Trust 係新加坡上市公司ClearBridge Health 嘅香港嘅一個子公司嚟嘅。咁我哋呢一個細胞嘅業務咧，儲存啦呢個單核細胞嘅業務咧，咁就率先喺香港第一間公司就 launch 嘅。咁就喺其他亞太區啊，同埋香港都 launch。咁香港就會最快行先嘅，因為相對成熟之後會講點解香港係一個咁成熟嘅地區，係可以好快咁樣去推廣呢個咁樣嘅項目咧，咁樣樣嘅。咁呢樣嘢都喺各大媒體啊、新加坡上市嗰個集團啊，咁全部都係有晒廣泛嘅報導嘅。咁我哋就會喺香港咧成立第一個即係真係專注啦，即係成人嘅自體免疫嘅生物樣本庫。for 咩咧？就係 for 將來咧精準嘅治療咧做臨床嘅應用嘅。希望用到啲免疫細胞，仲係喺大家健康嘅時候咧，儲到啲免疫細胞。將來真係touch wood 啊，要用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得着咁樣樣。咁我哋就成個流程，無論係我哋收集、我哋處理、做檢測、儲存同埋日後嘅應用咧，我哋全部個流程都係好清晰嘅。咁我而家亦都係科學園一間攞咗 AABB 認證啦，ABB 係一個國際嘅金標準嚟嘅，基本上全世界做臨床研究、做細胞儲存庫嘅公司咧，都會攞呢個全球嘅金標準咧，去確保佢哋成個品質管理系統咧都達到國際標準嘅。咁我哋有晒7乘24啦，真係每一分鐘我哋都監控住我哋嘅細胞喺一個特定嘅溫度範圍值裏面咧，係妥善咁儲存嘅。亦都係支持基本上
所有免疫細胞嘅臨床應用，唔單止淨係大家成日聽到嘅 CAR-T 啊，或者 NK 細胞，因為我哋收集嘅係所有免疫細胞。雖然大家可能未必成日聽過嘅咩伽馬 Delta T 啊、DC 細胞啊，或者 macrophage 啊、巨細細胞等等為主嘅臨床研究咧，我哋都可以喺我呢個原材料裏面提取出嚟嘅。咁所以個應用場景咧，其實係非常之廣泛嘅嚇。咁所以我哋希望啊，通過呢個成立一個國際嘅即係亞洲嘅第一個自體銀行，咁啊可以為大家可以儲存一個咁重要嘅資產嚇，將來日後真係要用嘅時候咧，可以攞翻出嚟去提升嗰個治療嘅效果嘅。嗱，中間大家有問題嘅話，可以隨時 stop 落去問嘅。好啦，咁大家都應該，如果對呢個免疫細胞或者細胞治療都有一啲認識嘅話咧，或者對又或者都睇開新聞啦，都知道啦。咁其實無論係香港也好啦，香港算慢㗎啦，其實喺內地啊，成個亞太區國家其實咧已經係推緊細胞嘅儲存同埋 eventually 細胞嘅應用。就算香港啊，香港大學也好，香港嘅中文大學也好，或者科學園另外一間公司咧，其實已經攞到 GMP 嘅牌照咧。係可以生產 CAR-T 呢一類嘅免疫細胞作臨床嘅應用，亦都係已經臨床用緊㗎咯。有一啲已經喺香港瑪麗醫院啊、香港兒童醫院咧做緊唔同種類嘅癌症相關嘅臨床研究，效果其實都好顯著嘅。咁其實內地淨係內地咯，呢一刻已經有6個國家批准咗嘅 CAR-T 產品臨床應用，亦都有一啲嘅產品咧，亦都係通過一啲嘅渠道咧合法嚟到香港去應用嘅嚇。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全球嘅一個已經係大家好認可嘅產品，可以治療癌症，同埋而家咧已經發展到唔單止淨係治療血癌啦、實體癌，或者陣間我會講多少少嘅就係癌症以外嘅疾病，譬如病毒感染嘅疾病啦，或者自體免疫疾病都可以通過呢一類嘅免疫嘅治療方法咧得到根治，所以嗰個應用場景啊係越嚟越廣泛啊！嗱，咁而家我又播2條片啊，咁我就睇下其他啲專業人士啊，佢哋點樣睇我哋免疫細胞。先睇呢個，我咪要先先，我應該係要咁樣定點咧？Sorry 啊，咦，Tiffany 你嗰度 play 唔 play 到啊？我知我好，誒，呢個等陣。自從經歷過身邊親友患癌，我都越嚟越注重健康，想多一份健康保障。今日我就嚟到香港第一個免疫細胞儲存庫 Cell and Trust，同佢哋嘅技術及科學總監梁子君博士傾下偈，仲會參觀下佢哋 GMP 認證嘅液態氮儲存設施添。梁博士你好。你好。我哋都知道咧，儲存免疫細胞咧，其實咧已經係喺世界上非常流行噶啦。比如咧，美國啊、日本等等啦，都有好多人去做呢件事啦。但係對於香港嘅朋友嚟講咧，都仲係比較陌生嘅。咁梁博士為我哋簡單介紹下。可以嘅。嗱，免疫細胞大家都聽過啦，譬如有 T 細胞啊、B 細胞或者 NK 細胞等等，亦都有好多臨床使用緊嘅細胞治療產品，譬如 CAR-T、CAR-NK，佢已經可以喺臨床上面治療好多唔同嘅疾病嘅。而我哋就係希望喺仲係大家免疫系統健康嘅時候咧，就將佢儲存喺我哋低溫嘅環境裏邊嚇，就可以咧永久儲存。萬一將來啦，我哋真係唔好彩啦，要治療一啲而家好難治療疾病啦，譬如癌症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將之前可能10年、20年前儲存嘅細胞攞翻出嚟咧，體外加工，然之後再輸翻俾病人體內咧進行細胞治療，起碼咧就可以俾病人多一個治療嘅選擇啦。咁梁博士啊，啲儲存咗免疫細胞之後咧，其實有咩疾病係適用嘅咧，可以用嚟治療嘅咧？嗱，主要而家臨床使用緊嘅疾病咧，就係血癌，包括大家都聽過嘅白血病啊、淋巴病同埋同骨髓相關嘅癌症。但係而家咧臨床嘅使用單止係涵蓋血癌噶啦，連實體癌咧都已經涵蓋到噶啦。譬如大家都聽過噶啦，啲消化道嘅疾病啊，一啲大腸癌啊、腎癌啊、肝癌啊、子宮頸癌啊、乳癌或者男性先有嘅呢個前列腺癌咧，都已經可以喺臨床得到好理想嘅效果噶啦。咁咧我而家咧都仲好健康啦，可唔可以 touch wood 等到有事嘅時候先再去儲存呢個免疫細胞嘅咧？嗱，如果再係等到有事嘅時候先儲存咧，就唔係話唔得，個效果咧就一定冇你年輕儲存嘅時候咁理想噶啦。我哋年紀越大，作息又唔好，
咁你就泌尿不良咧，其實就會隨住嗰個時間嘅推移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嘅質素就會下降嘅。咁當你真係去到病嘅時候先儲存咧，咪話唔得啊，效果就一定冇你而家年輕嘅時候咧儲存咁理想嘅。所以我哋強烈建議啊，真係大家仲可以趁住咧仲係年青未發病嘅時候咧，先儲存一份健康嘅免疫細胞，將來真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出嚟用咧，就會增加個治療嘅效果嘅。如果俾臍帶血咧係俾小朋友最大嘅禮物咧，咁免疫細胞就係俾自己最大嘅禮物啦。同意。如果你都想為自己同家人預留一份咁珍貴嘅禮物，就即刻留言 CELL 獲取更多資料、現金券同埋優惠碼啦。係啦，咁呢個對話咧，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大概呢個我哋叫做外周血單核細胞儲存嘅意義喺邊一度嘅。嗱，仲有另外一條片咧，我臨尾我先放呢一個咧，係一個台灣一個好出名嘅醫生去推動喺台灣呢個區域啊，推動呢個細胞治療啊，佢嘅臨床嘅經驗，我臨尾就同大家分享啊。我而家繼續講埋落去先啊。咁驚？好啦，咁我講一講咧咩係免疫細胞嘅療法啦。嗱，咁其實免疫細胞嗱，因為我試下用另外一個角度同大家講啊，點解一個人會病咧？就好簡單，即係因為我講點解一個人會有癌症咧？咁其實身體本身天生咧免疫細胞已經可以識別同埋消滅癌細胞，不過咧你唔夠佢快，因為佢有突變。突變嘅癌細胞咧，嗰個生長周期係不受控嘅，所以咧你係唔夠佢快嘅。咁此消彼長，你身體咪弱咯，佢就會消耗你身體嘅資源。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嘢。好啦，咁啊可以想像啦。咁如果調翻轉嚟講，只要我能夠提供俾患癌嘅病人大量健康嘅免疫細胞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打贏仗嘅喎，個量夠多，佢夠健康，其實就可以嘅喎。而家我哋嘅醫療科技咧，其實好成熟嘅，就算係而家成日講緊 CAR-T 啊，講緊係有成20年歷史嘅啦。係1990幾年嘅時候咧，第一個產品已經面世嘅啦，咁所以已經係好成熟嘅，係啦。咁你可以諗下咩咁成乜嘢叫卡咧？其實簡啲嚟講就係卡就唔係一般嘅免疫細胞咁簡單，我哋會將佢有加咗一個基因俾佢，佢可以表達一個特別嘅蛋白喺個細胞上面。咁呢個蛋白咧係可以好有效去識別得到體內呢個病人啊，呢個病人體內特定嘅癌細胞，佢認得到你嘅，跟住咧就會攻擊，跟住就會消滅個癌細胞，所以佢嘅攻擊嘅效果咧，比正常嘅 T 細胞咧係仲要強勁嘅。咁所以點解佢能夠成為免疫細胞療法咧？就係佢嘅製造就係為咗識別特定病人體內嘅癌細胞而設計嘅。咁所以咧一回輸完之後啦，譬如嗰個就咁簡單，我當我抽你嘅血。跟住咧，抽取你體內啊，仲未改造嘅正常嘅 T 細胞，跟住送去一個合格嘅實驗室啦，我哋改造，加一個蛋白俾佢，令到佢可以表達出嚟。表達完出嚟嘅 T 細胞咧，我哋再擴增好多倍好多倍，跟住就回輸翻喺個病人體內，嗰個病人就會有大量健康，仲係針對佢體內個病人體內個癌細胞進行識別。同埋攻擊，最後就消滅佢。咁所以個效果其實係非常之好。所以點解全球基本上好多個國家嚇，包括香港啊，都已經係有呢一類嘅註冊產品，臨床研究亦都非常之多。而佢嘅應用場景已經唔單單只係癌症，就係癌症以外嘅疾病。其實嗰個原理其實就係咁樣樣嘅。係嘛？咁所以我哋成日有 T 細胞有 NK 細胞，呢兩個其實孖生兄弟嚟嘅，大家做嘅嘢係互補，但係會有啲唔一樣。你知啦，癌細胞有時好狡猾噶嘛，佢有陣時咧可以逃避 T 細胞或者逃避 NK 細胞嘅追蹤。我只要將就某一啲佢哋能夠識別到嘅蛋白，我哋將佢隱藏咗出嚟，你咪揾我唔到咯，可以捉因咁樣。好啦，咁 T 細胞或者 NK 細胞，當我加個卡之後咧，呢個咁嘅轉基因嘅東西咧，佢就能夠有效咁識別呢啲咁狡猾嘅癌細胞。係啦，咁所以個效果咧就係非常之好，所以我成日話 CAR-T、CAR-NK 咁樣，其實意思就係我將佢改造成變成一個個人化嘅精準治療，針對病人體內特定嘅癌細胞，就會提升嗰個治療嘅效果。個 CAR 嘅意思佢就係咁樣樣啦。好啦，咁我無論我講到幾天花龍鳳都好啦，你要做 CAR-NK、CAR-T 都好，無論如何你都需要有原材料。
係嘛？你冇原材料嘅話，呢啲全部都係空話嚟嘅。咁原材料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 PBMC 啊，就係體內外周血咧裡面嘅單核細胞，有晒所有你啱啱我哋講過嗰啲免疫細胞喺裡面嘅啦，T 細胞啊、B 細胞啊、NK 細胞或者啱啱個伽馬、delta T 等等啊，有十幾種嘅啊，咁咧就都喺晒裏度。咁我哋就係需要提取呢一啲咁樣，或者係儲存呢啲咁樣嘅白血球。咁咧放喺一個穩定嘅空間裏面咧，咁將來可能10年、20年之後咧有需要用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得着咯。嚇，咁呢 PBMC 點解會係我哋首選咧？除咗佢咩細胞都有之外咧，係啦，咁啊同埋咧佢哋裡面嘅細胞可以有好多功能嘅，除咗佢可以去監控循環我哋身體監控住有冇啲病原體入嚟之外咧，佢仲可以咧修復我哋受損或者感染嘅組織嘅，亦都可以通過我哋感染呢啲病毒，或者啲病原體咧產生免疫記憶，咁將來有同一類型嘅病原體嚟嘅時候咧，我個免疫反應會更快就可以消滅佢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儲 PBMC？因為佢根本就係一個白血球嘅原材料，豐富多種類白血球嘅原材料。只要你有咗佢，將來我無論你 NK、CAR-T、DC、伽馬、delta T 咧，只要有呢個原材料嘅話，我哋科學界總係會有方法咧，將佢改造變成一個好有效嘅臨床治療方案，去治療唔同嘅疾病，唔單止癌症㗎啦，癌症以外嘅疾病咧都係做得到嘅。啊，咁我哋睇多條片，睇下幹細胞同埋免疫細胞有咩分別先。幹細胞可能大家比較聽得多啦，但免疫細胞又係咩嚟？幹細胞又有咩分別呢？今集等我哋先了解兩種細胞本質、功能同埋來源上嘅不同先。幹細胞就好似我哋身體嘅維修工，免疫細胞就好似專業嘅守衛。雖然佢哋功能同來源唔同，但係其實佢哋係一齊守護緊我哋嘅健康。首先，幹細胞同免疫細胞本質同功能上到底有咩分別啊？簡單嚟講，幹細胞咧就好似一粒萬能種子，佢可以不斷自我複製，又可以變成各種唔同嘅細胞，例如神經細胞、肌肉細胞、血液細胞、心肌細胞等等。至於免疫細胞咧，就好似一個專業嘅保安系統，專門負責識別同清除外來病原體，例如細菌同病毒。仲有我哋體內異常嘅細胞，例如被病毒感染咗嘅細胞或者癌細胞，係大家體內不可或缺嘅防禦高手。咁佢哋來源同分佈有咩唔同呢？其實喺我哋好多組織入邊都有幹細胞嘅蹤影，例如骨髓、脂肪組織、牙髓，甚至胎盤同臍帶都有。隨住科技進步，而家科學家仲將普通皮膚細胞變成類似胚胎一樣嘅幹細胞，而免疫細胞咧就主要喺骨髓度出世，有一部分咧會去到胸腺成長，成熟之後咧就會游走喺血液同淋巴系統入邊，仲有啲咧會常駐喺脾臟、淋巴結等免疫器官，隨時準備出動。咁佢哋喺我哋身體入邊分別忙緊啲乜呢？幹細胞係修復大師，邊度有損傷需要新細胞，佢就變成相應嘅細胞去補位。例如皮膚割傷啊、心臟出問題啊、膝頭哥軟骨磨線，佢都可以變成皮膚細胞、心肌細胞、軟骨細胞去修復，仲會分泌生長因子同抗炎物質，幫受損組織減輕炎症、恢復活力。另外，我哋每日都有好多細胞自然衰老死亡。幹細胞會持續產生新細胞替換，維持身體正常運作。免疫細胞咧就好似24小時巡邏嘅保安隊，佢哋喺血液同組織裏邊巡邏，專門消滅外來敵人同體內變異嘅細胞，維持身體安全同清理垃圾。兩者雖然路數完全唔同，但喺醫學上各有各嘅舞台，有時仲會合作一齊幫我哋維持健康同體內平衡。今集先講到呢度，下集將會係大家最期待嘅臨床應用。究竟呢兩種細胞喺治療疾病方面分別有咩作用？有興趣嘅朋友馬上追蹤 follow 我哋，第一時間觀看最新內容啦。好啦，咁咧跟住大家都了解咯，幹細胞、免疫細胞啊咁樣樣。咁我哋就睇睇咁點解我哋要儲存佢咧咁樣樣。同埋咩病可以即係呢啲 PBMC 啊啲免疫細胞可以治療得到咧咁樣樣。好啦，咁我哋其實你見到我哋全球大概啊每一年啊 around 有1000多個呢一類嘅免疫細胞嘅臨床研究咧，其實全球係進行緊嘅。嗱呢一刻啊，你見到好似美國咧仲好似領先中國少少啊，咁但係咧
我哋估計因為呢個仲係2024年嘅數據嚟，呢啲2025年咧已經唔係咁噶啦。2025年咧，中國已經反超噶啦。係啊，因為本身我哋自己都做緊內地做好多啲臨床研究，所以我哋好知道嗰個 engine 啊，佢行得好快，係領先全球嘅嚇，嗰個速度係好驚人，仲係唔單止個量多，甚至咧係佢嗰個嗰個臨床研究個細胞嘅種類啊，都係非常之廣泛，個適應症係非常之廣泛。咁所以咧，中國喺亞太區或者喺全球咧，係一個領先嘅一個國家嚟嘅咁樣咯。咁所以我哋會有好多病，無論係癌症啊、非癌症咧，其實已經獲得，因為我諗挨近有20個噶啦，又全球美國又好，中國都好啦，歐盟已經係認證咗，咁可以廣泛咁樣使用。咁樣樣可以治療好多唔同嘅疾病咯。咁所以我哋會預見到再過多幾年咧，唔需要5到10年，過去呢幾年咧，你就會見到有更加多。就算今年咧，譬如2026年咧，我哋都估計中國咧最少會有10個呢一類嘅產品咧就會獲批上市，可以治療癌症同癌症以外嘅疾病。即係譬如你就算同一個病啊，你暫時係骨髓癌都好咧，嗰個年齡層咧係越嚟越廣泛，可能一開始嘅時候咧，淨係治療成人，而家可以做埋小朋友，咁所以嗰個應用場景啊係越嚟越廣泛。係啦，咁我哋要去了解就係點解我哋要儲存呢一類嘅細胞咧？咁就係未雨綢繆咯。當真係有病嚟嘅時候咧，嚟得好急，你唔會再有時間去等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已經喺我哋仲係年青啊，仲係健康嘅時候，儲咗啲免疫細胞，其實咧佢哋就會有更多嘅選擇。譬如啱啱可以分享，啱啱有一個病人嚟揾我，40零歲嘅人，佢係一個女性嚟嘅，咁有廣泛性嘅惡性腫瘤走勻全身，而家連邊一度係嗰個原發嘅器官都唔知道，係 multiple organ 都有呢個 malignancy 喺呢度，咁係擴張得好快，係好驚人嘅。咁但係佢就冇做呢啲嘢咯，咁所以而家佢哋就個選擇唔多，就算做完電療、化療咧，嗰個效果唔理想之餘咧，會有超多嘅副作用。咁所以點解我哋希望提倡一樣嘢就係唔好有病嘅時候先去揾藥食咯？就係當你冇病嘅時候，你要儲定彈藥，係嘛？咁你將來真係萬一 touch wood 唔好彩有呢個病嘅時候，你都唔使慌。因為你知你可能10年、20年之前你已經做好準備，就係防呢一下，咁你可以攞翻出嚟用咯，係嘛？最緊要你有健康嘅原材料，我哋就會有好多臨床嘅方案可以俾個客戶去選擇咯，嚇咁樣樣。而我哋做嘅時候，全部都係啲 PGMP，亦都係香港衛生署認可嘅一啲公司裏面生產，跟住再回出喺香港裏面做咯，咁樣樣。咁所以成個過程其實好成熟嘅，係嘛？我哋儲完啲 cell，儲完啲細胞。攞翻出嚟做係嘛？跟住我哋去一啲成熟嘅體系 GMP 廠裏面做生產咯，分離細胞咯，用卡去改造咯，基因修飾咯，擴增咯，送翻嚟香港冷鏈咯，送翻嚟香港，跟住再喺合責嘅醫療中心裏面做回輸咯。其實嗰條治療嘅途徑啊，係好成熟嘅，咁所以就但係無論如何，呢條途徑咧要打得開，一定要有第一步，一定要有原材料，冇嘅話，我後面所講嘅嘢咧，其實都係空口説白話咁樣樣。係啦，咁你見到啦嗱，左邊同右邊就係已經批准咗可以上市應用嘅疾病，右手邊仲係處於臨床階段，批准咗好成熟啦。你見到大部分都係血癌嚟嘅，淋巴癌、骨髓癌等等啊。而家淨係臨床研究階段咧，除咗其他血癌啦，同埋實體癌啦，同埋你就會見到病毒誘發嘅疾病啦。就算愛滋病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同埋最下面嗰啲。就係大家成日都常見嘅，可能身邊朋友都有嘅一啲自體免疫嘅疾病，紅斑狼瘡啊，多發性嘅硬化，或者我哋講我哋中文叫硬皮症啦，總係會有嘅。咁呢啲係就係自己身體嘅免疫細胞太過激活，攻擊自己嘅細胞而產生嘅自體免疫疾病嚟嘅。而 CAR-T 或者 CAR-NK 咧就可以消滅呢一類嘅病，呢一類嘅免疫細胞咯。係嘛？跟住去平衡翻我哋身體嘅免疫反應，係嘛？所以嗰個治療效果係非常之好嘅。過年之前我都去咗其他東南亞地區睇佢第1、2期嘅臨床研究嘅數據，個效果係好理想，一針見效，
隔咗3年、5年唔食嗰啲抑制劑啊，而家都係好正常咁生活嘅，咁所以嗰個效果好理想。所以只要你有原材料咧，將來嗰個科學發展咧係超乎你想象嘅嚇。只有你想像唔到啊，唔會有你係醫唔到嘅病嘅。咁你哋如果我哋見一見咧，譬如我哋中國啊，同埋台灣咁佢哋其實嗰個臨床研究做得非常之成熟嘅喺免疫細胞，而其實佢哋連個價錢都好成熟嘅，係嘛？你見到其實台灣就100到200萬左右啦，係台幣喎。點解？因為佢立咗喺醫保嗰度。而家台灣嘅醫療即係政府嘅喎，國家級嘅醫療保險咧，個地區嘅醫療保險咧，已經係涵蓋越嚟越多啊。因為我都係參與其中，咁所以佢其實基本上係可以做到全部100%去資助嘅。對於某一啲人嚟講啊，咁內地 around 就100萬嘅人民幣左右咯。咁我哋見到個價錢係會越嚟越下降，因為譬如你個 CAR-T 咧，過去4、5年咧講緊係300-400萬嘅人民幣喎，咁而家我哋跌到100萬左右，其實已經係一個斷崖式嘅下跌。所以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咧，我哋知道嗰個價錢係一定會向下跌啊，咁所以會有更多人受惠咯，咁樣樣係啊，咁所以我哋你見到我哋就算我哋做呢個免疫細胞儲存咧，都係 around 1萬到2萬美金不等啊，即係相關嘅康養嘅項目咯，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即係身體永遠保持一個健康嘅狀態咯，你都唔想病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咁樣嘅康養嘅項目咧，其實就可以幫到大家。係嘛？咁所以我哋建議大家真係要即刻去儲存呢個咁重要嘅資源啊，係嘛？將來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會係用得去做，係用得着啊嘛，係嘛？無論我呢個產品我最後需唔需要收息都好，收息又好，唔收息又好，佢本身已經有好多保健啊、再生啊或者治療嘅功能。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喺未發病之前，仲喺大家健康嘅時候咧，就要將呢個咁重要嘅資產將佢儲存啊。大家會見到，其實無論我哋細胞治療咧，其實有好多病咧喺臨床嘅文獻咧，已經嗰個臨床嘅嗰個 outcome 其實好理想。你見到無論係對抗癌症也好，對抗一啲腦神經退化、Alzheimer 啲老人痴呆或者 Parkinson 也好啊，呢啲全部嗰啲同 aging 衰老相關嘅疾病咧，其實我哋免疫細胞或者 NK 細胞嗰個臨床效果已經係廣泛地被認可嘅。咁所以只要你有呢個原材料咧，將來應用嘅場景咧係你去揀啊，咁樣樣咯。個選擇權就喺自己，個選擇權就喺自己度啦，咁樣樣。啊，咁點解要選擇自己儲咧？我都有講過咧，你都好，大家都應該好容易理解。年紀越大，嗰個免疫嘅能力咁咪越弱咯，個免疫力咪越差咯。係嘛？我哋必須要喺仲係大家黃金嘅時間，而我哋講緊嘅係大概18到55歲呢段期間咧，我哋就將佢儲存喺上嚟啦，去保持我哋好似而家張相咁樣啦，將最健康嘅免疫細胞留住呢一刻，將來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翻上嚟用啦。當然啦，唔係話講緊55歲之後唔得都得，但係如果能夠嘅喺呢一個年輕嘅時候儲存，嗰個效果會更理想咁樣。好啦，咁我哋唔單止我哋啦，全球嘅醫學家其實都係推崇做自己自體嘅免疫細胞治療嘅，就唔用人哋嘅，哪怕係自己親人。當然啦，有得揀一定係用自己。當你冇得揀嘅時候咧，就係用近親或者唔識有治療方案嘅。但係咧，用自己永遠係最理想，效果永遠係最理想。唔單止講緊係冇啲倫理關係，佢係可以杜絕免疫排斥反應。譬如你個身體已經弱嘅時候，其實身體未必能夠承受得起突如其來或者你唔能夠預計到嘅排斥反應㗎嘛，係咪？咁或者啲感染嘅風險㗎嘛，咁所以咧自己細胞儲存用翻喺自己身上，永遠係最安全。所以有得揀，一定係儲翻自己最健康、免疫力最強嘅免疫細胞咧，將來真係有需要用嘅時候咧，嗰個治療效果咧就會最理想啦。係啦，咁我哋喺唔同嘅人群啦，就一定要，我哋都係建議去儲呢個咁寶貴嘅免疫資產嘅，重視健康嘅，尤其是家族史有嘅，未發病之前嗱嗱聲儲，或者做啲高壓力一啲可能飲食啊，或者嗰個睡眠生活習慣啊。唔理想嘅，譬如啲金融啊、專業人士啊，譬如我哋啲成日出入實驗室啊，成日要搭飛機啊呢啲咧，或者你有屋企人啊、有 family 有小朋友，咁你梗係想
對屋企有一個最大嘅保障咧，對自己對屋企有個最大嘅保障。咁呢啲人咧，我哋建議喺仲係健康嘅時候咧，就一定要儲存佢呢個咁重要嘅資產。好啦，咁點解我哋要喺香港作為儲存嘅地點咧？咁嗱，香港咧，佢有好重要嘅策略性嘅原因嘅，佢個嗰個物流性係好強嘅，啊，佢嗰個本地同埋佢能夠銜接咧國際、亞太區、內地嗰個物流鏈咧，其實係好廣泛，尤其是係同細胞呢類生物製劑相關嘅冷鏈，因為你要冷凍佢噶嘛，唔同溫度嘅運輸咧，其實係已經好成熟噶啦。係啊，我哋同歐美又好，內地、亞太區任何一個國家，你噏得出嘅，其實我哋都會有方法咧，可以追蹤跟住送到佢過去。香港又免稅嘅，係嘛？成個運輸成本咧就會撳到非常之低咯，咁樣樣。而因為我哋儲存嘅細胞咧，都係一啲認證攞咗 AABB 呢個金標準咧嘅實驗室裏邊去儲存出嚟嘅。而呢個金標準實驗室儲存嘅細胞咧，係會好自動地被其他國家，基本上任何一個國家嘅細胞生產中心咧去認可，就會收我哋呢個咁樣嘅原材料，跟住再喺佢嗰度咧就做生產，跟住做擴增，再攞翻嚟香港咧去做臨床嘅治療嘅。咁樣，sorry 啊，呢度隔離有啲嘈啊，係啦，咁所以就而佢哋成個生產過程咧就會係遵循成個 GMP 嘅法規，就避免呢個污染啊嘅風險嘅。所以點解香港係有呢個策略性嘅位置俾大家係集中喺香港儲存嘅？你儲存喺香港，你基本上有一日你想喺任何國家要用嘅時候，你係用得到。唔單止原材料可以送出去，亦都可以做完之後啦，加工完個產品可以送翻入嚟。個原因就係咁樣。係啦，係啦，咁我哋法規啦，亦都係好支持同埋非常之透明嘅。啊，我哋就沿用英國嘅體制，我哋成個嗰個道德嘅制度咧，都係按照一個國際上嘅原則啊，去支持呢個原則咧，係全球認可嘅。咁所以點解香港做完，即係你儲存完之後細胞可以好有信心、好安心，將來有一要用嘅時候咧，就用得到。就係咁解，因為已經一早啊，同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去銜接嘅，咁樣我哋資源亦都係好豐富嘅，係嘛？嗱，我哋香港有幾間公司已經做緊 CAR-T 免疫細胞或者幹細胞嘅臨床研究嘅，咁所以我哋呢個臨床研究嘅數據咧，會得到歐美啦，或者內地 NMPA 啦嘅認可。所以點解我哋遊走去任何一個地區咧，其實都係冇問題嘅原因就係咁樣樣咯。所以我哋好建議客戶係喺翻我哋呢一度係做儲存。even 啦，even 咧其他國家喺內地做完儲存，都喺香港存多一份，唔怕一萬自怕萬一。香港目前啊，佢嘅位置佢嘅法規係好 friendly 嘅，大家可以去銜接任何一個地區做生產，翻嚟或者係其他地區做治療都冇問題。咁我哋按照國際標準啦、ABB 啦、GXP 嘅原則去處理，所有嘅嘢全部有晒 label，有晒我哋叫做批次記錄 batch record 啦，亦都係7×24咁樣監控嘅。咁啊有晒所有私人嘅條例啦，啊所有生物嘅道德規範啦、冷鏈後備電，我哋全部都有。我哋會24小時係監控住個產品咯。咁然之後咧確保，因為呢個產品要儲喺液態氮。超低溫啊，-150度環境裏邊咧，作永久儲存嘅，咁所以個溫度嘅要求係非常之高啦，溫度監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即係有一日啦，要送出去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啲叫乾式液態氮嘅運輸，符合晒所有航空條例嘅送出去，咁咧就會有溫度監控啊，成個追蹤咧係完全知道晒。即係換言之，你個產品入到嚟我哋呢度，到我哋有一日要出去啦。去到病人身上，成個產品佢經歷咗啲乜嘢，我哋全部都係知道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建議啊，若在喺海外啊，喺內地儲完嘅細胞，真係香港再儲多一份，多一個保險。係啦，咁就如果真係將來要用嘅時候咧，香港呢個地區就可能會係大家嘅安全網啦，起碼啲嘢用得到啊嘛，咁樣。係啦，咁我哋個成個儲存嘅流程同埋費用係點咧？
嗱，好簡單，5張圖講晒啦。第一個一定要做諮詢，因為亦都係 AABB 嘅要求嚟嘅，跟住做 consultation，確保身體適合啦，做一啲檢測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會進行抽血啦。咁啊，抽100毫升嘅血，100毫升嘅喎，真係好少嘅喎。你去紅十字會都係抽300毫升、350喎，我係抽100嘅啫，幾分鐘就搞掂㗎啦。咁啊，我哋抽完血之後啦，我哋就會送去 AABB 認證嘅實驗室喺科學園嘅，咁我哋咧就會用一個全球都用咗幾十年嘅方法咧，好高效咁樣去將佢分離呢啲咁樣嘅免疫細胞，純度非常之高嘅嚇。跟住我哋就要確保細胞嘅數量啦，同埋細胞嘅活性咧都達到我哋嘅要求啦，同埋會做病毒篩查嚇，確保佢係冇病毒啦，同埋冇細菌嘅儲存嘅時候，跟住就會咧儲喺液態氮裡面啊，負100+6度作長期嘅儲存，7乘24監控嘅。係啦，咁成個過程咧就係、我哋會登記啦，咁跟住我哋會確認嗰、個、款項幾時採集血啊，跟住我哋就幾時做檢測，48小時之內就要送到去實驗室裏邊，我哋去做處理啦。咁啊確保細胞嘅活性啊嘛，係咪？跟住我哋會做完檢測之後咧，就會將個報告咧俾翻個客戶嘅，就會再跟進嘅咁樣樣。所以只要個客戶有啲咩需求，我哋都能夠提供得到，確保啊客戶咁重要嘅細胞呢個資產咧係好穩妥咁樣儲存喺我哋呢個環境裡面嘅。係啦，咁咧就係我哋嘅限時優惠啦。又見到有4個 plan，咁我哋先講頭3個啦。第一個就係儲1年嘅2萬啦，5年嘅29000，10年就4萬，所以一定係儲得越耐就越抵嘅。咁啊，我哋儲完之後會完啦個約，跟住我哋可以選擇再續，咁可以續翻1年、5年、10年，或者可以單年續嘅，咁啊都有呢個價錢喺度啦。咁最記住喎，只係得3日有效。3日咧，我哋完咗就唔一定有呢個價噶啦。同埋咧，而家72小時登記咧，我哋就會有1000蚊嘅現金券送翻俾大家，同埋一次咧免費嘅身體檢查。咁而免費身體檢查嘅項目咧，就包括80呢幾樣嘅，80幾樣嘅。咁呢一啲都係對大家身體好重要嘅嘢嚟嘅嚇。咁啊，希望大家珍惜呢個好吸引嘅優惠，將大家咁重要嘅資產咧，就喺大家健康嘅時候咧，就留喺度啦。嗱，咁我哋如果即係講我哋同即有4個同其實一般啦，做開呢一類嘅公司有啲咩唔一樣咧？我哋個細胞標準係比較個活性標準比較高嘅，一般咧都係7成，我哋而家係去到85或以上，通常都9成以上，確保細胞活性係非常之高啦。我哋用啲好精密嘅儀器咧，降溫嘅時候咧，就唔係就咁抌落去液態氮嗰度，我哋咧係每1分鐘跌1度，好精準咁樣慢慢降溫，避免咧嗰啲水會結冰整爆啲 cell。所以就有效提升細胞嘅存活度啦。啱啱講過啦，7乘24監控啊，成個完美嘅災害應變計劃，我哋全部都有嘅嚇。有1對1嘅服務啦，所有嘅都係合乎本地法規，亦都合乎國際標準。我哋都要定期咧受到第三方嘅 audit 嘅，確保我哋嘅品質管理系統咧係合乎國際嘅要求，或者甚至超越國際嘅要求嘅。嗱，如果真係要用嘅時候咧，我哋就保證3到5個工作天就完成交付，完成交付啊。7乘24就溫度同埋喺液態氮個位置啊，液態氮嘅位置咧，我哋都會監控嘅嚇。咁啊，所有嘅文件啱啱講過啦，由你第一下嚟見我哋嘅人，係嘛？到我哋收集血液，到我哋處理，到我哋做檢測，到我哋做儲存，日後將來我哋要放行去到回輸，每一個記錄呢個細胞呢個產品經歷過嘅任何一樣嘢，我哋都會有記錄。所以我哋點解叫100%嘅可塑性，亦都係國際認證嘅要求嚟嘅。係啦，咁你見到呢個就係成個我哋儲存嗰個細胞庫啊，裏面嘅環境係非常之大嘅，喺科學園嘅都係用最高嘅規格7乘24咁樣去監控俾大家見到，我哋嘅儲存嘅環境其實好理想，亦都過咗好多年 AABB 國際標準嘅，咁所以都得到市場嘅信賴啦。係啦，咁咧呢個就係希望大家72小時就成功登記，咁啊，你會送1000蚊嘅現金券同埋免費身體檢查嘅。另外頭先講過咧，我想 share 多一條咧片嘅一個醫生嘅意見嚟嘅。我而家 share 呢條片啊，我睇下點樣 share 俾大家先啊。你等等啦，等啊，我等先，請稍等，大家請稍等，我而家撈一撈先。使用嘅方法。好，我而家試下 share 先。
我睇下點樣 share 下先，我都要研究下先。好啦，我而家試下 off 咗個 screen，跟住我試下 share 條片，喺呢個係大家應該見到係咪？見到我條片係咪喺 YouTube 嘅係咪？我試下放大俾大家睇下嗱，大家見到條片啊？我試下，譬如果聽唔到聲啊，或者你話我試下。救了我自己，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恶性肿瘤的康复者。曼达拉免疫细胞冻存，存下最佳的免疫力，Never too late。我治疗脑部的癌症超过了25年我一直在尝试着用新的方法。到后来，我所使用的方法也救了我自己，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恶性肿瘤的康复者。我在10年前，我健康检查的时候发现肺部有一些阴影。我想，如果是恶性的，我就要做免疫细胞治疗。运气还不错，手术的结果那个细胞是良性的，所以我留下来的免疫细胞呢，我就用不到，所以我就先把它存起来。没想到4年之后呢，我真的罹患了胰脏的恶性肿瘤，然后我立刻把10年前储存的免疫细胞拿起来做所谓的免疫细胞的治疗。我打算在做第2个 course 的时候呢，我又抽了新的免疫细胞。那谁是跟我说，张医生这一次的细胞活性差很多。我笑了笑说，以前是60岁，我现在是70岁抽的细胞，当然活性没有那时候好。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虽然说今天的比较新鲜，可是比起昨天年轻时候的那个细胞活性，还是差了一点。不要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准備，而是趁健康的時候呢，把你最好的免疫力留下來，never too late。係啦，咁咧嗱，所以大家都見到啦。如果大家都知道啊，台灣呢位張教授其實都好出名嘅，佢係我哋做免疫細胞嘅先驅嚟嘅，咁樣啦。咁所以嗱，呢個就係分享就係咁樣啦。所以睇下大家有啲咩問題咧，我就會一一咁解答嘅。係年紀係可以嘅，就同個年紀其實嗰、個即係同個年紀唔係太大直接關係。咁當然啦，大家都 make sense 啊，大家都理解就係你越年輕儲存免疫細胞個效果就越理想。啱啱張醫生都係咁樣講啦。咁但係咧，就算只要係冇一啲心血管明顯心血管嘅疾病或者凝血困難，你能夠俾我抽到血嘅，其實都係可以儲存嘅，係啦。如果有其他問題嘅意見嘅，可以喺嗰個 chat room 裏面留言，我都可以答到嘅。所以同頭先張醫生話齋，即係 never too late 啊！只要俾我抽到血嘅，即係再直接講啊，俾我抽到血嘅就可以做呢個免疫細胞儲存啦。總統癌症係完全係冇問題嘅嗱，就算有癌嗱就算有癌症也好，中過癌症康復嘅也好咧。我哋都係建議有喺安全嘅情況底下，醫生許可啊嘅情況底下，俾我哋抽100毫升血。點解咧？因為我哋嘅分離方法係有效將癌細胞將佢分離，係好純嘅。我哋淨係只會儲存到仲有活性嘅免疫細胞。只要我有呢個原材料，我哋就有辦法將佢進行改造同埋擴增，最後做回輸。其實傳統以來咧，都係講緊係10幾年之前啊，啲人做 PBMC 儲存咧，其實都係中咗癌症。哎呀，我有癌症啦，點算？先做呢個細胞儲存，跟住先分離呢個免疫細胞，跟住做治療嘅都得，不嬲都係咁樣做。不過個效果咧，一定冇我哋健康嘅時候儲咁好啊，咁樣咯。所以我哋建議就係健康嘅時候儲，而真係有癌症啦，或者有咗癌症之後唔緊要，能夠俾我抽血嘅。儲到就一定儲，我哋有辦法純化免疫細胞，將佢擴增，最後有佢嘅臨床治療效果嘅，呢個已經係冇問題㗎啦。
係啊，嗱，胰腺癌咧係好難醫嘅，因為胰腺癌有好多層膜啊，你能夠免疫細胞能夠殺到第一陣咧，都殺唔到裡面嗰一陣，咁裏面嗰一陣咧就會繼續佢生成大量嘅癌細胞啊嘛，咁樣樣。咁咧呢個已經係好耐之前嘅事，已經如果大家嘅留意免疫呢個細胞治療咧，其實有好多免疫細胞治療係針對胰腺癌，效果好理想。尤其是係其中一類亞細胞、亞 T 細胞，即係 T 細胞有好多種嘅，有一種叫亞 T 細胞，即係其中一種subtype係好少量，但係佢殺死胰臟癌嘅能力係超強。我都睇過佢臨床數據，而家國內係有嘅，全球應該得3間公司做，國內已經做到臨床第2期啦。第一期我睇嗰啲數據係好到你唔信嘅，係根本上係可能4到6針喎，就真係可能根治到胰腺癌。我頭先咪話我有個朋友40零歲有廣泛性嘅惡性腫瘤嘅，佢哋今日就搭咗高鐵去北京，咁就去咗呢間公司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呢個治療，納入呢個臨床研究裡面。咁所以呢個係以前難嘅，而家唔係話好易，但係已經有唔錯臨床效果嘅細胞治療免疫產品咧，已經係可以俾大家去用咯，咁樣樣嘅。保險可唔可以 claim 咧？嗱，保險暫時咧係可以 claim 嘅喎。如果係 CAR-T 係可以 claim，因為 CAR-T 咧香港已經係註冊產品，有部分嘅免疫保險公司咧已經係 cover 㗎啦。而譬如我哋又好啦，我哋做 sell and trust，我哋已經同其他保險公司都已經係傾偈，佢哋好想將其他免疫細胞納入去呢個保險裡面嘅，所以我哋一路都提供緊資料，同佢哋一齊擴大緊嗰個保險嗰個 coverage 嘅範圍裏邊咯。而家呢刻已經係有㗎啦，咁將來只會越嚟越多咯。係香港其實可以做，一路以來都係可以做嘅。而家多數做緊咧都係瑪麗醫院，瑪麗醫院始祖嚟㗎，係咪？N 年前已經做緊㗎啦。咁而家香港兒童醫院主要係 for 兒科係有嘅，係啦，主要係呢兩個啦。咁中國政府基本上，中國政府佢規定咗啊嘛，上年8月18號叫818法令。咁啊，所有呢啲細胞產品咧，一定要喺三甲醫院做，所以只要係三甲啊就可以做。而家係大量㗎啦，大量三甲醫院做，你任何一個省都揾到幾個三甲醫院做，而佢哋好想做嘅啊，因為呢個嗰個治療效果其實非常之好啊。咁樣，所以香港係可以做嘅。香港私立嗱，如果私家醫院暫時咧，我呢刻我就唔知道有私家醫院做，雖然我揾過啊，佢哋暫時未願意做，反而公立醫院有喎，咁樣樣咯。咁啊，只要揾到，即係你係如果你揾瑪麗就最容易揾得到。咁但係，所以我成日話瑪麗醫院就唔係你行入去瑪麗醫院佢俾你嘅，一定要揾一個瑪麗醫院掛牌嘅醫生睇完你個 case 覺得 OK 就會走流程。我一年都有幾個 case 嘅，係做 CAR-T 啊，治療唔同病嘅成人啊，或者兒童都有嘅，所以係有得做嘅咁樣樣咯。係健康嘅人都可以用免疫細胞，其實免疫細胞佢本身唔係淨係醫病嘅，所以其實唔好俾人覺得免疫細胞或者個細胞就係醫病，其實唔係嘅，好多保健啊、再生啊、抗衰老嘅功能嘅。咁呢個我哋係知道嘅，咁所以唔係淨係病人用咯，健康嘅人其實都係可以用嘅嚇。不過佢就抗衰老嘅嗰個功能係最強啦嚇。唔關嗱，就算有糖尿病係照做，有好多糖尿病嘅朋友都係有儲到嘅，一型好二型好係唔重要嘅，因為我哋純化嘅過程裏面咧係會純化到活性嘅免疫細胞，而免疫細胞喺我後期啊實驗室加工嘅時候咧，我哋會將佢擴增，而擴增嘅時候咧，我哋會提升佢嘅活性嘅。咁所以咧，就算係可能而家身體有啲毛病，血糖高啊咁樣，身體有啲炎症啊，其實都唔重要嘅。分離，只要你俾我分離到，你俾我抽到血，你俾我分離都得㗎啦。咁跟住我就後期加工，我可以轉基因，可以唔轉基因，我可以加啲嘢，或者喺個培養嘅過程裏面咧，我可以令到佢提升佢嘅活性嘅。或者提升佢某一個特定嘅活性，殺死某一種嘅癌細胞，或者治療某一個病，呢個已經係操作係好成熟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選項。咁所以糖尿病完全係唔關事。你俾我抽到血，我抽血嘅時候你冇凝血困難，其實就 OK。即係你即係你吉完之後啦，我抽完血之後咧，你係會凝到血嘅，唔會流血不止，其實就應該可以去做㗎啦。我哋點樣能夠保證到活性咧？咁我哋我哋而家用嗰個方法咧，用咗我諗到30幾年㗎啦。跟住我哋將佢分離出嚟之後咧，我哋就會做檢查。
我哋會用藥典，因為全球藥典啊、歐洲藥典、美國藥典，中藥典純嘅方法就係將佢染色。我哋加種染色劑，呢個染色劑咧加完之後，如果個細胞死嘅，或者老化，或者就嚟死病嘅，佢個細胞膜咪會爛咯。呢個染色劑就會入到呢個細胞裏面，將佢染色。咁呢個細胞咪有顏色咯。如果佢係好 intact 嘅，呢個顏料入唔到去，咁咧就係冇色嘅。我哋就通過肉眼高倍顯微鏡，我哋就能夠數到每一粒有幾多粒係有活性，有幾多粒係冇活性。我哋就喺度計條數，呢個係全球都係咁樣做嘅，任何一個 GMP 咧都係咁樣去做，所以就可能能夠保證到我哋係活性嘅細胞，我哋先會儲存，就係咁樣樣咯。好啦，免疫細胞會有一般電療、化療嘅副作用嗎？療程一般？OK，嗱，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嘅，咁免疫細胞咧一樣會有嘅。咁係有兩個大家都會揾得到噶啦，你上網揾 CAR-T 副作用，講有兩個嘅，一個我哋叫細胞因子風暴，第二個就係腦神經毒性。咩叫細胞因子風暴咧？就係呢個係急性發炎。我打完細胞之後，因為細胞因為 T 細胞改造完嘅 T 細胞，就算 CAR-T 啊，佢係一個軍隊嚟嘅，被訓練得好好嘅精鋭部隊，好似美國嗰啲SEAL啊嗰啲嚟嘅，一嚟咧就 capture 咗個總統走嗰一類嚟嘅喎，係嘛？佢一見到癌細胞就殺死佢。好啦，咁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哋就會召喚更多嘅免疫細胞過嚟。跟住就會釋出大量嘅因子、發炎因子，希望極短時間將呢個癌細胞將佢殺死。咁呢個過程裏面就會產生炎症，而炎症有可能就會令到器官衰竭，亦都係同一個原因，佢會產生炎症，就可能會上腦，腦咧就可能會有發炎。啊，呢個就好初期啦，講緊頭5到10年咧，呢個問題都幾顯著。去到而家啦，呢5到10年咧，其實已經係好大程度咁改善。改善嘅原因，除咗係因為生產嘅工藝能夠減少呢啲發炎嘅反應之外咧，我哋亦都知道點樣預先用藥，治療嘅過程裡面再用藥，去慢慢或者我哋叫做去有效地抑壓體內呢個細胞因子風暴或者其他嘅副作用嘅。咁所以唔係冇，係絕對有。咁但係咧，而家已經好成熟。所以點解我哋要喺醫院裏面要係 closely 去 monitor 住客戶嘅嗰個生命嘅跡象，有咩醫鬱咧，就即刻注射一個特定劑量嘅某一啲口服啦，或者 IV 嘅藥物咧，去撳住呢個細胞因子風暴，個效果其實係好理想。所以如果係因為如果我哋做 CAR-T 啊嘅臨床研究，再有啲我哋叫做好嚴重嘅副作用咧，或者不良反應，其實已經非常非常之少。因為喺臨床上，我哋已經有好多手段咧，可以去治療，或者叫 manage 呢一種咁樣嘅 side effect 嘅。係啦，香港有咁大嘅儲存庫，其實真係有㗎，係啊。咁啊喺科學園嘅可以啊，咁啊就可能要同Cell and Trust 嘅同事傾一傾，睇下如何參觀啊，咁樣樣。好啦，本地除咗政府部門，有冇商業細胞嘅培植？大把啦，其實係大把。如果係培植同埋胡輸係，其實應該調翻轉啊。政府啊真係冇做嘅喎。政府係冇做嘅喎，係真係全部商業機構啦，或者叫做，譬如你中文大學，你叫唔叫政府啊？咁我又唔係政府嚟，不過佢問政府攞錢咯，咁啊應該就唔算政府嘅咁樣係嘛？你港大又唔係政府啊，係咪？佢都係一個院校獨立自主嘅噃。咁科學園又有一間私人，佢真係純商業公司，我哋又係商業公司嚟嘅，商業先做得到，政府反而就唔會做。不過政府會扶持、會幫助，佢都會推動呢個細胞產業嘅。啊，咁法規亦都有配合嘅，係咪？咁所以我哋會有㗎啦，有細胞培植同埋胡輸係有嘅。而家你係有，佢唔多咯。但係過埋今年咧，應該會多一間最少係做培植嘅。咁胡輸本身已經有㗎啦，有啲合資格嘅日間醫療中心，咁要同佢夾摩，你平時夾開咪有咯。嗰啲就係可以嘅。咁下年應該會多一間就係做幹細胞同埋做 NK 免疫細胞嘅，亦都係第一間香港做 NK 咯。咁所以只會越嚟越多咯。咁法規就越嚟越係去 align with 個市場嘅需求咯。你問內地都已經做到咁多，有咁多已經係認可嘅免疫細胞產品喎。咁即係香港一個咁發達嘅城市，係話人均2萬 GDP 美金喎。嘅地區就點可以落後俾祖國咧？咁我哋已經即係急起直追咯，咁樣樣。
嗱，外周血可唔可以提取幹細胞咧？係睇下你邊類幹細胞啦。如果你係講緊我哋，譬如喺臍帶啊、脂肪，我哋叫做 mesenchymal stem cell 間質幹細胞嘅話咧，就唔得嘅。但係咧有一類幹細胞咧，經常可以喺外周血攞到，咁樣個叫做造血幹細胞。嗱，造血幹細胞傳統咧，我哋會喺骨髓度攞啦，或者傳統我哋會喺臍帶血啦，裏面有造血幹細胞係治療啲骨髓。或者我哋叫做係咯骨髓相關嘅病，譬如 leukemia 啊、thalassemia、anemia，即係啲貧血啊、地中海貧血啊呢一類病，即係造血功能嘅失調嘅咁我哋就會醫呢個病啦。咁而家咧，我哋仲可以喺外周血攞到呢一啲咁樣嘅造血幹細胞，不過要打啲針，打啲針咧喺皮下咧打啲針，咁呢個針咧啲係一種 growth factor 生長因子，佢就會走入去我哋嘅骨髓，刺激我哋嘅骨髓咧去生產呢啲造血幹細胞出嚟，而啲造血幹細胞生產出嚟之後咧，就會釋出我哋嘅血液，我哋就可以通過咧造血呢個外周血咧提取造血嘅幹細胞，有治療嘅功能，尤其是治療啲骨髓相關疾病，或者我哋叫做造血功能障礙啦嘅疾病咯，咁樣係得嘅，不過係特定某一種嘅幹細胞。係可以嘅。咁儲完細胞之前有啲咩準備？其實就真係冇乜需要戒口。嗱，儲存嗰下就唔需要點戒口嘅。但係咧，我哋儲存之前咧，我哋係要做檢測，睇下身體佢哋做啲病毒檢查，睇下係咪合資格嘅。咁咧，我哋嗰啲就一定係傳統，你去醫院做檢測都一定要空腹㗎啦，咁樣先會係最準嘅。咁所以如果淨係抽血嗰下咧，就當然我哋又唔會建議你食太肥膩啊，你正常飲食咯，其實就 OK 嘅。嗱，CAR-T 同 CAR-NK 係唔係唔同 cancer？有 overlap，亦都有自己獨特針對嘅疾病嘅。而就算係同一種，譬如我話肝癌，就算肝癌因為好多亞型㗎嘛肝癌係嘛，咁可能有啲 CAR-T 咧就得，有啲咧 NK 就唔得，或者係得嘅，所以係要試嘅，係要試，即係唔同嘅。種類嘅癌嘅腫瘤，甚至係同一類嘅腫瘤，但唔同亞型嘅腫瘤咧，咁佢哋都可以係 responsive to 呢個 T cell 或者 NK cell，所以嗱好多時候佢哋係重疊嘅，咁咧喺特定嘅癌症上面咧，佢哋嘅功能咧就唔一樣，所以好睇個應用場景咯，係啦。睇下仲有啲咩問題，或者頭先嗰啲問題我解釋得清唔清楚，可以再解釋多啲嘅。OK，問得好啦，可以儲幾耐咧？In principle，理論上可以儲一世，因為佢已經放喺液態氮裏邊，佢嘅新陳代謝已經係撳到零，所以你就可以存一世。但係點解我話理論上可以存一世咧？點解我話理論上可以存一世咧？個意思咧，其實就係而家目前文獻上面能夠報導到出嚟啊，幹細胞嘅儲存周期大概 around 25年。嘅原因唔係因為佢儲唔到26年，係因為嗰間公司開咗26年啫，唔係開咗25年，佢得25年數據，而全球基本上廿幾30年嘅公司係少之又少嘅，就算有佢哋未必會 report 出嚟嘅，所以而家 report 呢一刻公營嘅大規模嘅研究就大灣25年咯。咁所以下年咧，佢哋又出個 report，就 extend 到26年咯。而佢哋攞翻出嚟嘅細胞解凍完之後啦，同佢低溫啊，儲嘅細胞嘅活性係一樣嘅，咁樣樣咯。所以我哋知道 in principle 佢嘅儲存周期係永久。實際上我哋未有呢個數字，因為未有公司、政府嘅、私營嘅有咁耐開業嘅歷史，所以未有呢個數據住咯。不過 in principle 佢係可以儲永久嘅，係啦，就係咁樣。我睇下仲有冇人有問題嘅話咧，可以喺你哋個熒幕下面有兩個 speech bubble 嗰度撳入去 say 個 hi，我就可以幫你開咪啦。
好，咁如果咧暫時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今日好多謝阿梁博士去幫我哋講解咗咁多關於免疫細胞療法嘅知識啦。咁如果大家之後真係仲有問題嘅，咁都可以咧WhatsApp。咁我而家咧 share 個 screen，大家咧可以咧去掃呢個 code。係啦，大家咧可以掃而家熒幕咧見到咧呢一個 QR code 啦，咁就會有我哋 WhatsApp 嘅客服人員咧可以幫你將你嘅問題咧轉達俾阿梁博士。咁如果你話我今日聽完呢個講座都想再知多啲，又或者可能你都想直接登記嘅啦，咁都可以 scan 呢一個 QR code，我哋都可以幫你即刻去處理嘅。嗯，好，咁我俾可能大概1分鐘時間，大家可以有興趣就 scan 咗呢個 QR code。咁諗唔到問咩唔緊要嘅，scan 咗之後咧喺個WhatsApp 度同我哋 say 個 hi 都 OK 嘅。好啦，咁咧，另外我哋都有網站，咁如果大家咧係頭先冇 scan 到 QR code，咁之後咧都想可能有啲問題，又或想了解更加多咧，都可以去翻 www.CELLENTRUST.com 揾翻啲資料，咁同埋裡面都會有翻一個 button 咧，可以俾你哋 WhatsApp 我哋嘅。好啦，咁今日好多謝梁博士同埋大家嘅參與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拜拜。